台语文刊榜来去家己的民雄，秀林国小内底有一个社团，专门咧教学生囡仔唱歌戏。若搬戏内底邀伫演邀伫金舞的学生囡仔，今年才10岁，而且是新住民的第2代，伊的台语讲甲下叫。秀林国小的学生囡仔，伫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当日为过两天的演出做练习。这个社团头先来成立，是为着要推广乡土教育。我是舞狮的，但是即马废社我就入来遮，然后就慢慢喜欢，就是因为兴趣啊，爱唱歌，爱跳舞。学校伫4、5当前投入资源经营这个社团，经过老师的指导，囡仔毋但愈学愈有兴趣，甚至常常有机会互人邀请出演。好看。好耍啊？为虾米？安尼会开去表演。演歌戏吼，伊台语有进步。无因为即摆囡仔是毋是，伊来讲台语就是用国语直接翻过，系啊，所以你有当时会感觉讲做好笑，伊毋知咧讲啥。哎呀，来到这的话，伊即马会晓甲阿公阿嬷对话。好，每个人站好亮相。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？学生当中包括新住民的囡仔，嘛是透过唱歌戏来练习台语。老师讲，囡仔学语言的速度真紧，不过发音阁需要调整。咬字或者是发音，就觉得很难吧。迄个咱喉头音，因袂晓发。好，像讲我，咱讲我，伊能讲我。嘿，因的喉头音这个部分，这个音对我来讲，我要甲因纠正较困难。活三了后，这个囡仔准备要做更较完整的练习。其中这位伴摇伫金庙的囡仔是10岁新住民的第2代，已经加入社团学3年啊，台语讲甲真标准。就是伊动作真水，但是足复杂的。加字吼，甲发音，甚至唱曲，由老师的专业引导之下。含大人嘛，感觉讲真正非常无简单之外，小朋友对咱的传统文化有兴趣。校长过去捌接触歌戏的表演团体，发现传统戏曲对推广母语真正有帮助。伊希望透过练习甲表演的机会，培养囡仔的自信，嘛顺续增加后一代对母语文化的热爱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